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白宫发生货车弄白宫的案件，19岁嫌犯已经被抓到。那警方在现场嫌犯的车底嘛有找到纳粹的旗仔。案发的时，美国总统拜登当伫白宫内底开会。这台货车想要冲撞白宫附近立法院矿场的安全护栏，不过无成功，尾掉伫咧车道顶头。官员讲，赛车是19岁密苏里州的查甫人坎杜拉已经被拘留。伊甲调查人员讲，伊本来打算要伤害总统。美国特勤局对伊提出威胁、杀害、绑架、伤害总统、副总统甲因的家庭成员，也有使用危险武器攻击、危险驾驶甲非法入侵的罪名。白宫发言人尚比耶23讲，这件案件发生伫咧22暗10点左右。迄当阵，总统拜登正伫咧白宫内面，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讨论债务上限的问题。不过，唔知影拜登迄当阵敢知影发生这件代志。根据了解，过当天特勤局已经向拜登报告。拜登讲好佳在无人受伤，对执法者表示感谢。根据初步调查发现，坎杜拉挑工弄向护栏，警方也伫咧现场发现一面纳粹的旗仔，看起来敢若是对货车顶弹落来。有一位官员讲，嫌犯伫咧现场做出对白宫威胁性的言论，不过正紧就被逮捕。货车顶头无武器或者是爆裂物，不过无讲到纳粹旗的代志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